好来，乡亲啊，这2、3天北部地区总算是看到冬天的太阳咯。也毋过，这个好天气敢若到今仔日，明仔载阁有强烈的大陆冷气团到位，后日礼拜北部甲东部有低阵雨。那这个后礼拜一，加人北部甲东北部甚至会来落大雨。这波冷空气上强的时间点是伫礼拜到拜一，这个上低温可能会落降到8度到9度，到到后礼拜3，这个温度才会阁回转来。温暖日头，互人感觉心情真好。毋过，安尼暑热的天气真紧就要结束，因为拜六开始阁会有冷空气，暗算的是强烈大陆冷气团。北台湾的气温从明天中午过后就会一路的下降。那中南部地区可能周六比较没有感觉，不过到了礼拜天，全台各地都会有明显转冷的感觉。预计礼拜天的话，在各地的高温，北部地区可能只剩下14度左右，那中部可能16度附近。以北部一礼拜体感温度来讲，拜五高温阁有23度，拜六温度就会下降。礼拜高温干那10度，低温干那8度。拜一同款真冷，高温干那12度，一直要到拜二才会回暖。而且这波冷空气嘛会带来水汽。明天从白天开始，北部云量逐渐增多，那中午过后，在北部跟东半部就会逐渐转为容易有短暂雨、比较湿冷的天气形态。看起来拜六开始，北台湾阁会变做湿淡的天气，提醒大家外头爱穿好，爱穿好少。